农历11月23号，要从那个前一天晚上就开始算了呢。前一天晚上12点，你看11月23号，这个前一天晚上11点就开始算了。今年2023年了，是1月4号，农历11月23号，2024年的1月4号，农历11月23号，禁止黄事。从前一天晚上11点就开始算了哦，到当天晚上11点，太冷了哦，都寒流，冷气团哦，太冷了，禁止欲望，精气神好才不怕冷，才比较不会感冒。